謀殺隱形富豪，兇手懷疑係電訊職員。日前喺西貢井頭村屋企被殺嘅73歲千萬富豪來叔，經驗屍後證實係俾硬物撞擊致死。喺頭頂有冇幾大個傷口咧？尋日咧就話有個窿。警方初步揾到懷疑兇器，並且鎖定個年約35歲、着白色外套、牛仔褲嘅男人。佢自稱係電訊公司職員。想有少少嘢問下你啊，你方唔方便咧？我哋入一入嚟。死者嘅侄仔話：來叔平日低調，但係呢2日冇見佢出嚟，間屋又落晒簾，夜晚又冇開燈。前日細叔用後備匙開門入屋至揭發。太過分咯！呢樣嘢太過分咯，係咪先？佢對人係無仇無怨噶嘛，即係諗都諗唔到咯呢樣嘢咯，即係向佢埋手咯呢啲。現場冇被搜掠，門同窗都冇被撬過。來叔收喺床墊下面嘅幾包錢都冇被偷走，但係佢倒閉嘅廚房就有掙扎嘅痕跡。喺廚房嗰度咧一大堆血，暫時就話冇咗銀包，冇咗鎖匙，冇咗個手提電話。一家移民去英國開餐館嘅來叔，一個人回流返香港之後，喺井頭村有2棟村屋，當中5個單位放租，每月淨係收租都有4萬幾蚊，連埋英國嘅資產同現金，身家超過1000萬。